言之事，他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未比我低位高。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李家稳坐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破防。恁爹家己这猖狂，表示君王最难当。金銮阮爹无爱坐，才让恁李家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打言辞，对我上殿比君王低。你敢说我吹皮？公主，毋是，请你替我别改呀！空之时，山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用事大意。Hello， 各位朋友呢，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比较晚开播一点点，因为呢，刚刚在忙了一下下，今天没有收到通知哦。我在我的赖群组里面呢，有 take 大家，有没有收到呢？还是我忘记 take 了呢？我自己好像也不太确定，我不知道有没有 take 大家了哈。再来欢迎我们的蛙贵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也欢迎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哦。还有呢，欢迎我们的小秋上来，欢迎小秋。小秋刚刚从7点的时候呢，就以为呢是8点钟哦。你看呢？多期待呢！这个雨涵电台的广播节目。再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 KEEN 大大，我们的可恩哦，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我们先来唱一下电台的歌曲，我们的7字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笑嗨嗨。阮的节目啊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啊报你知。喜团酒啊，多自在。戏剧团成啊，又表亲就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心术师兄哦。
新树师兄说呢，这个虫虫哈是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千万不要错过。诶，什么意思呢？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今天的题目呢，对于你来说呢，很感性的人有很多的感想哦。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下去。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首先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明天的天气预报哦。明天呢，这个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一样在20%左右。虽然说呢，今天的北部地区的降雨应该没有到很大，只有毛毛雨左右，对不对？那呢，这个台中地区呢，明天的降雨几率白天20%，这个晚上0%哦。所以说呢，这个台中的朋友，明天的白天天气也要注意一下。再来呢，台南地区呢，台南的白天呢，明天的降雨几率一样是10%，晚上呢是0%哦。那台东地区呢，这个明天的降雨几率是20%，所以一样是我们北部的朋友以及东部的朋友，明天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哥哥新述说呢，我是吃虫子的，什么意思啊？是因为是这个蝴蝶的关系吗？所以毛毛虫呢，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害我好好奇哦。再来呢，等一下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呢几个议题哦。今天我的同事呢说我下班时间都非常的准时，像是呢这个归心似箭啊。我一开始听到这个词呢，他说归心似箭，我说哈，你再说一次，他就又说归心似箭，听不懂。再一次好了，他又说归心似箭哦，这个全部办公室的人呢就呵呵大笑哦。大家说呢，叫你读书不读书这个文词都不会这个归心似箭呢，代表说呢，这个回家的心情很想要回家了，好想要赶快到家的感觉哦。先欢迎我们的 K3B1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样就知道呢，我真的这个书读的不多。来，我们来带来一首曲调，我们的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春阳光波七十相守，心不快惜无留，归爱多做几拜寿，延绵今宵乐悠悠。quân đuôi hong ca chiến kinh đi thơ bi hong tiếng kinh kinh cô ai kia điền心经领的养富贵，金冠大伯心相拼，好的。关啊
天配的君天破音，我嘅悲在孤单，我买回过。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那在我们一诺打精致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这个公主哦非常娇蛮的个性。再来呢，感恩呢我们的收音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小秋说，哇，今天一开播呢，就这么多人的线上上线呢，来观看，感恩大家。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LAVAN 大大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林。再来呢，欢迎大家上来哈！刚刚呢，跟大家播报呢明天的天气预报，我们的台北以及台东地区的降雨几率呢20%左右，我们的台中以及台南哈，明天的早上的降雨几率呢比较高一点点，那呢晚上就比较还好哈。那呢，刚刚讲到这个归心似箭的这个词汇哈，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读过这个词汇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即时新闻哦。在我们的台北地区呢，这个北一的外面又发生了呢这个攻击事件哦。那呢原因点呢是在于这个26岁的男子呢，因为他的父亲才刚过世，结果呢他跟他的母亲在车上呢又争吵了一番。有这个路人想说呢劝架一下啦，劝说一下啦，结果呢也遭了这个挥拳的攻击。那这是在我们台北的新闻哦。台北这个北一的外面呢，因为这个26岁的男子哦，因为他的父亲刚过世，那呢又跟母亲呢在车上争吵完之后呢，这个路人劝说之下呢，不小心又被挥拳了。这是我们的台北的新闻，也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也别忘记呢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哦，因为呢帮我们分享的话呢，哇，让更多人知道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不只在推广戏曲的文化，还有呢在推广呢这一些这个明天的天气以及今天的即时新闻。我们的林说呢人家新竹呢为什么报了这个台北、台中、台南以及台东地区没有报新竹的天气因为呢这一台呢不是主要的气象台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北中南东各抓一个地方呢出来讲解一下明天的天气。那呢新竹如果我们以这个中部为主的话呢，明天的白天这个降雨几率20%，这个晚上的降雨几率呢0%。那呢如果你要详细的这个天气就要上网所查一下下哦。也欢迎呢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蜜蜂大大说真难过，最近乱糟糟的，为什么呢？再来也欢迎我们的黄正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我们来这个聊聊这个高雄的新闻哦。在这个高雄的路竹区呢，因为这个国道上的拖吊车
你们知道吗？这个拖吊车在这个国道下呢是要排队的哦。那呢，这个国道上呢，如果有发生什么车祸的意外啊，这个拖吊车呢就一台一台这样的上去，是有按照顺序的哦。那呢，在这个路竹地区呢，这个拖吊车的业者呢，因为抢生意呢而开打了。开打之后呢，这个实际这个记者呢，以及这个拖吊业者来联系的时候，他说没有啦，我们只是肢体比较大一点点啦。那呢，这个影片底下以为我们在打架，其实我们没有在打架那呢，也跟大家讲呢，不管是我们高雄啦、台南啦。各个地方的这个拖吊的业者呢，其实他们有分区域的哦，就如同高雄以及台南呢，是由台南的这个大湾做一个区分，再过去就是高雄地区进来一点就是台南地区的拖吊业者不能跨区域的哦。先欢迎我们的伟成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古仔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这个古仔说呢，电台打个问号没错，虽然我们在 YouTube 开频道呢，但是我们主要呢用讲的，用声音呢来跟你播报今天的即时新闻，以及呢明天的这样子的天气，还有一些戏曲的小知识。那呢，不管你是在工作当中啦，在忙碌的家事过程当中，甚至呢在陪伴呢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可以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常说不一定要看影像，因为呢主播本人呢没有很帅再来呢，也欢迎呢有好多的好朋友，我们的小可爱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我们的蔡水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欢迎大家进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再来呢，一样来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再继续跟大家聊新闻，以及呢，你们知道吗？这个电池iPhone 的电池除了电池的健康度以外呢，还有这个循环的充电次数也会计算我们先来唱一下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感恩大家。太祖金雕亮红明，国父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准行，驸马怒会我心行。天老生病，要万幸。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我乐君第一。恢复罪公如明，山林行医小小安定，困在道边，遐你情影。不由归爱共红回影。这是呢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为什么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也就是呢早期在电视上我们的叶青黄香莲杨丽花等等之类的呢来做的这个歌仔戏曲调，那我们就叫做这个电视歌仔戏曲调实际上呢有上百首甚至500多首的电视歌仔戏曲调
那呢，当然大家不是每一首都会唱呢。所以说呢，我们就用这个传唱的方式，以及呢拉几首呢，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歌曲出来哦。那在我们一路打进去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刚才所唱的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代表着这个驸马呢怒气冲冲、很生气的呢回到府中呢，与我们这个公主哦来对骂哦。那呢，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进来，先欢迎我们的 QIU 大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 ASK 大大。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不论在讲的我们这个文化戏曲方面，以及呢今天的主题内容，还有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哦，都欢迎大家进来哟，也欢迎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感恩大家。我最辣辣的爱你。感恩大家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呢继续来播新闻哦。再来呢，我们的小陈，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我们的丽华，欢迎我们的丽华。哦，欢迎大家哦，小陈第一次来哦，欢迎我们的小陈。感恩大家进来哟，我们先来播报一下新闻哦。最近呢 AI 很红哦，所以说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哦。这个 AI 的图片啊，以及 AI 的影片仿冒的呢让你抓不出来以为呢这个是真的影片。就有人呢看着这个网络的影片呢，在广告说这个台中的敬老卡啦，可以去到哪一间医院啦，可以免费等等之类的。那呢，跟大家讲一下哦，这是假消息，这是他用这个 AI 所仿制的影片。其实呢，在台中有这个敬老卡，他每个月呢会送1000点，以及呢原住民呢是送1500点哦。那你搭公车以及搭这个客运呢，用这个敬老卡是免费的哦。还有呢，这个台中呢一样用这个敬老卡。搭计程车的话，每趟的最高补助是85元。那2026年再加码这个台中，如果你搭这个台铁用这个敬老卡的话呢，可以补助45元哦。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看到这些影片不要乱转传，记得先查证一下。因为呢，你这些 AI 的影片呢，如果乱转传的话呢，它是诈骗的资讯是假消息的资讯，其实呢也会这个假消息的散播哦。那呢，防诈专线是165专线哦，请大家要查明一下下。哦，没问题的。原来如此，我到现在才知道呢，原来淑芬是小蘑菇的姐姐呀。这个我都不知道来，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歌曲，我们传统的7字调，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心呀白白呀，走三关，解我所有会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北窜，四盆牡丹啊，百姓为
水，当了花心啊，花照开。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哦，我相信呢大家在这个徐佳莹的歌曲里面很常听到这样的新卡北北造三关呐但是呢这是我们歌仔戏传统的七字调，我们歌仔戏的国歌，也呢线上来唱给大家听哦。那呢歌仔戏的这个曲调最重要的曲调不止我们的七字都马，还有我们的江湖以及杂念调哦。在我们一路打进这的 CD 专辑里面呢，有放着这个七字调以及都马调哦。等一下再来唱都马调给大家听哦。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小陈说你要先忙，所以先再会哦，没问题，欢迎小陈呢再次光临哦，感恩你。再来呢，我们这个美玲说你家的斜对面呢，其实有一家这个戏院，但是呢，现在变成这个打全球卖药膏的啦、卖布之类的所以呢，歌仔戏早就听不到了没有错哦，我们美玲说的很棒很棒的分享。早期呢，这个叫做美药团呐。什么叫美药团？从这个落地扫开戏落地扫开始呢，是没有舞台的歌仔戏。那呢是朋友关系呢，我们几个人呢组成一团，算是娱乐性质的。那再来呢，就变成说呢，我们这个美药团就是说呢，做一段戏，然后呢开始卖药这管200不免，100不免，50不免，这管卖你30块就好。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呢？这个合作美药团再来呢，慢慢的呢，就有舞台式的就是我们的野台戏，在庙口搭建的舞台。再来呢，也有做到这个剧院型的不一样的形态。那呢，也做到了呢，我们这个电视歌仔戏陈雅兰呢，她早期也是呢，不管是陈雅兰啦，这个许秀莲啦，你们所听过的这个早期呢，也是野台戏的演员，在这个庙口演员的。那呢，现在呢，进到这个电视呢，来拍戏，来做这个歌仔戏哦，是不是？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呢？再来呢，也欢迎这个你就圈圈这个好朋友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这个ANHN 大大。再来蜜蜂大大问说呢，老师你有喝过这个黑椰奶吗？没有黑椰奶在哪里买得到啊？我实在没有喝过这个东西。黑椰奶跟这个黑糖的奶茶喝起来会一样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喝过嘛有机会呢，我们碰面你带我去喝一个这个黑椰奶再来呢，感恩我们的伟成说呢，歌仔戏要靠呢雨涵大大的宣传，让大家知道呢歌仔戏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电台力量没有这么大了就像我们的线上好朋友呢有说到呢，这个金门还有这个高尬戏九甲戏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有的人写九甲戏啦有的人写这个高大的高叫做高尬戏这样子再来呢，我们的这个燕秋说呢，许秀莲从很小呢你就看过她了你比她的年纪还小哇！欢迎我们的小秋。这个显现出来呢，她好像有点小小的年纪当然啦，这个许秀莲老师呢，现在还在我们的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呢，还有在演出所以说呢，在去年度这个2025年呢，他们的公演戏叫做《梦在海潮那边》，很好看。那呢，这今年度呢要做什么戏呢？就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下下
外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哈。如果呢你还没有听过呢我们元旦的特别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听呢这个元旦那一天呢，这个2026年的第1集的这个直播影片哦，里面呢有我们唱这个一怒打金枝现场的现唱，还现唱2次哦。那今年度呢会来写这个胆细必欢干陈世美反间的戏哦。还邀请到呢我们知名的编剧，我们的白白洪建廷老师来帮我们编剧哦，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呢今年度的陈世美反间。先来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要继续跟大家来播新闻哦。我们穿插一下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好呀，已经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会有好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无会做行。悲哀，一步经春山行我自带，往下成天开，过牛麦，冤家江村啊。当心山主在，情深渐将相地带，何言论理，何以猜，何以来排解？这首呢是我们的7字连空奏，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我们传统的7字调呢，从头唱到尾，这样叫做7字连空奏哦。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说这个夫妻吵架呢，各说各话了，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才不理你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床头吵，床尾和，对不对？因为没有冲突呢，就没有戏剧。所以说呢，就算呢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是你说耳朵有没有在听呢？当然这个耳朵是有在听的哦，不然呢怎么吵得起来呢？感恩呢我们的燕秋说这段真好听，拍手感恩我们的燕秋。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的掌声鼓励哦。还有呢，我们的蜜蜂大道这样子，眼睛爱心的贴图哦。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
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感恩大家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有你们支持呢，才是我们雨涵电台的动力哦。我们没有什么收费制，但是呢，我们靠着呢大家给我们的回馈这样子呢，我们就很有动力的继续呢来支持下去，继续来做下去这个节目哦。那呢，也感恩我们的伟成说呢，开播不忘拍手，感恩我们的伟成。再来呢，也先感恩一下我们荧幕前面呢，我们的碗柜管理员还有我们的碗柜管理员的爸妈都非常的支持，还有先听我的这个 CD 专辑然后呢也进来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先感恩一下我们的碗柜以及呢我们的碗柜的爸妈，感恩你们。再来呢，我们的 XIC 大大说好厉害，呼男生呼女生这个也是人讲这个台顶10分钟台脚可能10年的功夫安尼就对了当然呢，未来呢，我们在台南呢也有机会要来开班授课哦。那呢，这个就等我们之后呢再来详细的来公布一下，感恩大家。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哦！我们的蜜蜂说呢，好听到两眼冒爱心哦，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再来欢迎我们的少年小小弟，感恩你。刚刚给大家唱了很多歌曲，晚一点呢再继续来唱下去。我们先来播报一下新闻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KOHH 大大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跟大家呢，来播报一下我们高雄的新闻。高雄呢有一个路口它是一个三叉路口。结果呢，它虽然有画这个斑马线但是没有行人的号志灯你也知道这个三叉路口呢，就是这边红灯的时候，那边就绿灯这边红灯的时候，这边绿灯哇，这个行人到底是要怎么通过呢？还有一条道路呢，也是这样子现在有很多的道路，是不是这个行人专用道呢，都涂这个绿色的油漆呢？仿这个台北的概念那呢，涂了这个绿色的油漆之后呢，这旁边还有这个黄色的网格，不能停车的啦。旁边还有汽车停车格啦，还有什么之类的至少呢有5个呢，这个画的这个5个色块。那呢，没有人看得懂呢，这到底是能行走还是能停车那的就有待呢，这样的新闻媒体呢播报出去呢，欢迎呢，高雄赶快来改善哦。先欢迎呢我们的忍者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我们的忍者说呢，歌仔戏你好，也欢迎我们的忍者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我们的伟成也说碗柜的爸妈也一起支持真棒，没错也感恩我们的碗柜哦。我们碗柜是雨涵电台的管理员，他提醒了大家，新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再来呢，有关于美国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不是要播报政治，这个新闻呢是美国发生了一个店家呢，他遭这个小偷偷了遥控汽车，结果呢店员呢出去拦截结果拦截之后，你知道吗？他被这个卡车被这个小偷的卡车就撞了，然后拖行了好几个路口。那拖行下来之后呢，他多处骨折这是这个美国的新闻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你不管是店员还是你自己是老板呢，如果遭这样的抢劫啦、偷窃啦，我们报警就好，不要呢强行的要去这个抓这个嫌犯，不然呢这样的意外好险他遭拖行之后呢只有骨折而已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这是在我们美国的新闻
再来呢，我们的蛙龟说哦，250个可以分批拿吗？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PAK 大大，欢迎你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他打的这个应该是越南语，是不是？这个呢就要看我们的蜜蜂呢帮我翻译一下哦，感恩你。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是我们的台越的混血儿哦，也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的翻译。我顶多只会讲这个英文 Taiwanese Opera， 其他呢都不会讲了哈。欢迎大家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来播报一下屏东的新闻哦。哦，他打的是泰文呐，那蜜蜂大大居然会这个泰文，也是太厉害了，先给你一个欢呼声好了。居然会这个泰文哦，多给你2个亲吻，感恩你帮我翻译哦。再来听一下屏东的新闻。屏东呢有一名女骑士呢，她买了这个狗罐头，结果呢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呢，整袋掉在路中间，她呢就赶快要去捡这些狗罐头啊，因为呢掉下去一定是四散成各地区嘛，所以说呢她就开始捡啊。那呢当然大家这个骑士啦、汽车的啦都会停下来呢等他那呢等他的时候呢，想不到他在捡的过程当中，有一名呢汽车呢他就闯过去了，把这个女骑士给撞飞。还好呢这个女骑士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只有轻微的擦挫伤了。但是呢这个驾驶居然肇事逃逸，他假借说要下车呢帮忙这个女骑士载她去医院，结果呢其实他是肇事逃逸，他就逃走了。最后呢被逮捕呢，被归案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啦，所以呢才会肇事逃逸。怎么会这样子呢？行动不方便那你还开车出门，然后呢还肇事逃逸这是发生在我们屏东的新闻哦。大家呢出门在外注意一下这个安全不管你骑机车、骑脚踏车、赛车啊不坐船拢要注意这个身体的健康啦，以讲呢这个安全性安尼就对了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蛙贵爸爸妈妈好，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这个伟成说蛙贵的爸妈进来了吗？然后是谁呢？他不会露面的因为呢蛙贵爸妈应该也是比那个蛙贵还害羞啦，所以说呢他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再来呢刚刚有听到蜜蜂呢哪里混血儿啊，它是台湾以及越南台越的混血儿，妈妈是越南的，那呢这个爸爸是台湾的，他前阵子呢也才刚从越南回来感恩我们的汪贵说爸妈呢都是用我的手机呢在聆听也感恩汪贵都把这样的新的讯息以及呢好的消息呢播放给爸妈聆听欢迎我们的汪贵的爸妈，感恩你。再来呢刚才有说到我们的歌仔戏不外乎这个七字都嘛，江湖杂念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来唱一下我们的这个都马调，抱歉我们来唱一下都马调，感恩大家。反恐之时，山来无势力。并开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强事假大义。
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我就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慢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将例行。罢了，父子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下洗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兵，夫妻才能在何害？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美歌赠。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恋来了说，带你记定，你啊做行，怎不啊对你啊？对你来用情，我不了忘情。你敢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你连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到予你背受煞。过来心头。怒火起，我心中你来驾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驾死你！你做手！心惊胆战化归爱，哪敢当手？一挂麦，想兵做事，想摇摆，我定定好打落，逼你上地界。待到名做万金之库，抓领阿头来领数。当着我是拍金赛虎，你唔免相骗，无通存救。为什么呢？我们从这个都马调念一些台词呢，把它唱到这个怒骂调呢？因为每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伟成就会说想起呢小时候的回忆这个竹笋炒肉丝我倒好奇你小时候所吃的这个竹笋炒肉丝呢，是大辣、中辣还是小辣呢？先来欢迎呢各位观众朋友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有看到很多朋友进来，先欢迎我们的 KAN 大大，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芷萍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也感恩呢我们的美玲的掌声哦，感恩你。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蜜蜂大大也很会画图很会绘画所以说呢，我们有几则的这个贴文借用呢他的图画呢，来给大家做个公告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无私的奉献感恩你。再来呢，刚才讲到这个竹笋炒肉丝小时候的回忆，就呢要来讲到今天的主题内容，
有什么人事物呢，会让你触动心弦呢？也感恩呢我们小秋的掌声，他说呢拍手好听，感恩我们的小秋。是的，晚一点呢我们会有这个腹式呼吸法哦，感恩大家。再来呢，先来讲一下今天的主题哦，有什么人事物会让你触动心弦呢？那一天哦，我爸生日的时候呢，我的大姐哦带着小侄女呢回到台南的地区哦，结果呢，这个小侄女哦看上了我的娃娃哦，她一下子呢要抢这个丁丁的娃娃啦，一下子呢要抢这个 Hen-Ten 熊的娃娃哦。两只对我来讲都非常的有意义。我突然间觉得说呢，哇，原来有这件事情哦，会让我触动心弦哦。为什么这样子跟大家聊到呢？因为通常你说呢，你要跟我要什么东西啦，要个金沙啦，要个什么只要我有这个东西，我能奉献出去呢，我觉得这都无伤大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那一天他突然要跟我要那个丁丁的娃娃之后呢，我突然想说那个丁丁的娃娃是小时候呢我妈的朋友摆摊呢所卖的这个丁丁娃娃。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舍不得，刚好一啦。然后呢，结果呢又要一只这个 Hen-Ten 熊的娃娃。早期呢，这个 Hen-Ten 跟这个 Giordano 是这个对立的品牌，他们会相互竞争的衣服品牌哦。结果呢，有一阵子呢，因为这个服饰呢，大家都网购了嘛，以及呢新品牌的出现，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促销优惠，有这个福袋的啦，里面呢，这个加码送这个娃娃，以及呢加码送这个围巾哦。我才发现说呢，原来我拿不出去，我送不了它因为呢，原来有回忆的东西呢，对我来讲是送不出去的。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有今天这样的主题内容可以聊聊哦。也如同呢，昨天呢有一名大大呢在问说呢，有什么东西或有什么食物呢，是你从小吃到大的，以及呢是一个传统的这个零食。比如说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猪公啦，这个一片一片的类似像鱿鱼丝红色的。那呢，昨天呢，蛙贵也有讲说呢，这个七七球的那个这个足球，对不对？这个巧克力球，还有呢，有什么东西呢是让你们会触动心弦的呢？我们线上一起来聊聊天哦。你呢小时候呢是被这个阿公的打牛车的牛的那一只细细长长的棍子给打了，所以呢这个地顺插巴西的印象深刻原来如此。牛鞭呐，也很类似像马鞭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呢，蜜蜂大大呢说竹笋排骨汤，竹笋呢炒猪肉，竹笋呢炒肉丝没错，我就知道呢你在说地笋，没错，竹笋炒肉丝，有没有朋友呢也吃过这一道料理呢？还是呢吊起来吃这个咖喱饭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线上来做分享哦。等一下呢，再来继续穿插下去我们的新闻内容咯。在我们的高雄地区有这个男子呢去住这个旅宿民宿这样子。那呢，他们是用这个电子锁啦。现在很多地方呢都用这个电子锁，但是你知道吗？电子锁也有一天会没电的时候，你就进不了家门了。也还好呢，这个男子呢上网查，以及呢他去买的这个呢9V 的碱性电池。就是呢，早期这个细细嘎嘎的电池上面有一个菱形、一个圆形的这个电池，大家有印象吗？他就用这个电池呢，去
误这个电子锁去接触这个电子锁，想不到呢，这个电子锁就可以打开了。那这个专家所说呢，那是因为这个电子锁呢还没有完全没电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9V 的碱性电池呢，去给它触碰一下呢，它就可以打开咯，就可以解锁咯。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生活小知识哦。再来呢，来播报一下新北的新闻。这一则新闻呢，有比较恐怖一点点哦。来跟大家播报新北的新闻。有这个呢，男子呢，他就寻求他的同行的友人哦，这个呢，帮他修这个水电呐。结果呢，因为他觉得修的没有到很好，所以说呢，他跟他的朋友呢，跟其他朋友说这个男子呢，没有帮我修好这个水电呐结果呢，这个修水电的这个店家呢，这个男子呢很生气，反目成仇，就呢拿着这个鱼刀子去到他们家中呢，要跟他呢，这个恐吓哦。那呢，就拿这个鱼刀呢在那边挥舞哦，也好险呢，这个警察呢及时的赶到，这个以这个恐吓收押进监哦。这是这个新北的新闻。也欢迎我们的 INALA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你的支持。我最以前呢，以及呢，明天是我们礼拜四，所以呢，礼拜四呢是我们的台语节目哦。当然呢，因为我们线上有好多朋友有的听不懂台语的啦，有一些呢，听得懂一点点的，所以呢，明天的台语节目呢，一样会讲一半国语，讲一半这个台语会穿插的讲，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一下下。再来呢，一样是我们的新北的新闻哦，有这个酒醉的男子哦，完蛋了，我怎么开始在卡词了哦？有这个呢，酒醉的男子呢，朝着这个底下呢来丢这个椅子啦，丢这个塑胶椅啦，丢这个垃圾啦。那呢也好险这个路过的行人没有被砸到，以及呢这一些这个骑士没有被砸到。那呢还好，警方呢及时赶到场，以这个公共危险罪来处罚。那呢这个就很奇怪啦，前一阵子呢有这个左右邻居，有这个桃园市的新闻，这个左右邻居呢，因为他也是这个情急之下呢，心情不好，所以呢就丢家具啦，拆窗户啦，丢下去的啦。结果呢，这个警察的判断呢，说什么呢？说没有这个立即的危害，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呢，怎么这个到了这个新北这个新闻呢，怎么就变成有这个公共危险罪呢？这是不是有2个判定之意呢？这就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的讨论一下哦。我们的伟成说雨涵酒醉了，没有错怎么会呢？一直在卡词哦。再来呢，我们的蛙贵，我们的管理员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哦，感恩大家。我有看到好多的留言，但是我来不及看你们的留言，来不及念出来了感恩我们的蜜蜂呢，以及伟成哦，帮我们炒热这样的气氛，感恩你们。再来呢，来跟大家聊聊你们拿的手机也是 iPhone 手机吗？还是呢，你们拿了其他安卓的手机呢？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因为我这支 iPhone 手机呢，有去换过这个副厂的电池，
但是呢，最近很奇怪哦，它的电池的健康度一样有89%，但是呢会平白无故的掉电，有时候就给你1%啦，有时候呢就给你直接关机的啦。但我觉得非常的好奇，那呢我就去问这个手机行的业者，他说呢，原来这个 iPhone 的电池呢，这个机身呢有做这个设定，这个电池呢这个循环的这个充电数字超过500次开始呢，就会莫名的开始发烫，以及呢莫名的掉电哦。哇，原来还有这种消息呀！强迫你要赶快去换电池的意思啦所以说呢，原来呢，在 iPhone 的手机里面有这500次的这个循环充电的次数，以及呢，还有我们这个电池健康度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呢，就有网友呢，我上网查有这些网友说为什么呢？玩个手机呢要这么麻烦还要记这个次数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哦！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1唱给大家听。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硬。共酒假死啊，伊生病，待予恁后生不惊。驸马孝心，无情义，敬畏爹娘啊，望世里，风风边啊冲了起，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爸爸金相依，驸马无讲切情义，便个望眼听义。这是呢我们歌仔戏曲调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1哦。在我们的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了说呢，哇，这个驸马这个公主的老公呢，打完公主之后呢，当然就落跑，赶快离开了。结果呢，当然这个公主就很生气啦，你敢打我，我一定要去跟我的皇上爸爸说禀告。结果呢，打坏他的头饰，也就是早期在说这个凤冠呐我们现在人呢不会戴这么大顶的东西嘛所以说呢，现代人说这个发夹啦、发饰也好了就打坏他的凤冠，那呢也扯坏他的衣服，还是无法消气哦。感谢呢我们的 IVY 大大的称赞哦，他说好厉害，感恩你。再来呢，我们呢也唱个歌曲哦，来唱一下我们这个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给大家听。那我们的伟成说蜜蜂呢是我们的屏东人哦，所以呢他离你的彰化离了一大截这样子很远的地方。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的好听拍手，感恩大家。有你们的支持呢，是雨涵电台的动力哦，非常感恩大家。我们来聆听一下呢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云阳光报七十相寿，心不宽心不离哟。
归爱多做几拜寿，延年今少老优秀。欢迎收听我汉的电台，准时八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的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好气不断，好运来。新闻报理财，歌戏传唱多自在，一叫新闻又表我亲就在。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有看到我们的翁英娟呢，她是打问号问号哦，欢迎你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先来一个掌声鼓励鼓励。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直播的内容呢，不止我们的戏曲文化，还有我们明天的天气，还有呢今天的即时新闻哦。先感恩大家上来，也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以及呢，我们的 IVY 大大说呢，你练了几年其实我实际上呢，我是从幼稚园开始，我很喜欢看戏。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去到了人家的班里面呢来做练习。那呢，大学呢也进到了我们台湾的戏曲学院。那呢，台湾戏曲学院呢，以前叫做这个国光剧校以及复兴剧校哦。就是呢，我们早期这个国光帮忙的国光这个节目的国光剧校以及复兴剧校，他们合校起来叫做呢我们的台湾戏曲学院。所以说呢，如果你的小朋友甚至呢你的身边的邻居啦，有兴趣的朋友呢，从国小5年级到高中都有这个台湾戏曲学院可以读，而且是公费生。那呢，到了大学呢，当然就要自费了先跟大家讲一下，那呢，本人目前呢是27岁了那呢，之所以呢频道呢上面写的钱蛋郑雨涵钱蛋雨涵呢，这个钱蛋的意思呢是由男生舞台上来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由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这个叫做昆生来跟大家讲一下。那我早期是学这个小生角色我早期是唱这个男生角色，不是女生角色。是到了我的大2上开始呢，遇到我的恩师林显元老师呢，我才开始转做这个小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感恩呢我们的丽华说每天都很精彩，感恩我们的丽华，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爱喝茶说刚进来听一下唱得很赞，感恩我们的爱喝茶。
再来呢，我们一样呢，再来唱个歌曲哦。我原本想说呢，背一下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呐。来，我们先来唱个歌曲，因为呢，我们蜜蜂大他说哈，明天可能会请假1天哦。为什么呢？讲一下哦，为什么你要请假呢？大家都很可爱哈。明天如果呢没办法上来的哈，都会跟我请假一下。来，我们来听一下7次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相随7十，相守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乱来。我会何受亲像过了，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啊，无悔所听的爱，一步经顺旋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麦，冤家冤家当孙啊，当心情深渐将心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摆开。哇，我看到呢，好多朋友的留言哦，我一一的来回复一下哦，感恩大家。哇，再来呢，我们的 IVY 大大说哦，你练了好久哦，没错哈，当然了，这个功夫哦要练一阵子才有的啦哈。哦，这个蜜蜂哦要去摆摊哦，原来如此。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哈，你要先去吃饭哦，所以说呢，等一下不一定会打扫哦，先跟大家说一下，没问题。那呢，我们的伟成呢要注意安全哦。我们的爱喝茶说呢，27岁哦，唱的真的很赞，很久没有听了哦，感恩我们的爱喝茶，感恩你。如果好听的朋友呢，也别忘记哦，要帮我们订阅，要帮我们关注，要帮我们分享出去哦，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台湾的文化戏曲哦。以及呢，IVE 大大说哈，你一开口哈，这个全场安静，全场安静是好听还是难听哦？再来呢，我们的燕秋呢，我们的小秋说有蜜蜂很热闹哦，没有错，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也欢迎我们的 ROS 大大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掌声鼓励。
也感恩我们的这个蛙贵，我们的管理员呢，跟他说呢，本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礼拜四，也就是明天哦，是我们的台语台。那呢，放心哦，台语台呢会穿插一些这个国语所以说呢，不用担心听不懂台语的朋友那呢，为什么呢会有我们的台语台的节目呢？因为由我们的观众朋友所建议固定呢每周的一天来一天台语台啊，因为我白天呢也会去到日照中心去做这个歌仔戏的推广。你以为我只有这一份工作吗？不是的。主播呢，钱淡雨涵本人呢，这个在白天呢的工作呢是在我们的超市业工作，晚上呢才上来呢上这个主持电台哦。那呢，礼拜四的晚上礼拜四的白天都还有排这个日照中心的歌仔戏的推广活动，所以呢，也跟大家讲一下，来跟大家聊聊天。那呢，我们的这个呢。我们的蜜蜂大大问说呢，哇，贵姐姐你是5月21号生日吗？没有错，她是5月21号生日哦。你还要准备礼物呢，请老师转交给他哦。哇，感恩。再来呢，我们的爱喝茶说你真的27岁吗？唱的真的不错感恩你的称赞啦。小弟呢87年次，真的27岁，跟前几天呢，上个月这个去年呢，这个北捷是不是有随机杀人这个事件呢？他也是27岁哦，所以说呢，有点尴尬的年纪。开个小玩笑欢迎呢我们的小秋说郑老师听你唱戏呢真的很像这个老戏骨，而且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少年郎这骨子里面呢有这个老戏骨的那个骨髓这个精髓哦，感恩我们的小秋的称赞。以及呢，大家呢都上来还要准备礼物哦，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然后呢，我们的 IVE 大大呢 ，IVY 大大是客家人啦，原来如此客家人呢，来，好，来，客家人呢，我来唱一段客家的平板调给你来听听看有寒流来思那来接那，从山流来过那，贫穷流来富那来归。命中流来天大哩哩啦哩哩啦哩哩啦哩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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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啦哩哩啦。这样有好听吗？唱一下呢，给我们这个IVY 大道因为是客家人，我们回味一下客家戏曲，但是呢，我不一定唱得好听先跟你说一下而且呢，尤其我不太确定呢是不是真实是这样唱了因为呢，这是在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学的，到我现在呢27岁呢，说实在的呢，已经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呢，27岁唱的跟40、50岁呢一样老练感恩我们的小秋。
我们的这个呢 ，IVY 大大说很好听呢，谢谢你为了我唱哦，感恩我们的 IVY 大大上来呢，朋友都很有福气哦。与呢这个戏曲结缘，以呢明天的这个天气以及呢今天的即时新闻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明天的这个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呢，还是呢要来注意一下哦。这个这个天气呢可能会微微的降雨。那么中南部的朋友呢，白天可能还是微微的一下下啦哈。来，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伟成的掌声鼓励，感恩我们的伟成，掌声鼓励一下。再来，我们的这个小秋说现场来段客家曲成语大于这个歌曲感恩我们的这个小秋。再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年好为四故人。咱讲这个一天顶李进宅三万吉地数时不在对吧？今天呢，我把它丁选上来这个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仔厝。家东西赚钱无人知，家人北赚钱稳当当。卡达是地财源满厝地，卡达落土财源天万家。如果呢，你也想要学这些新年好话的4句联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这些文字档的连结可以直接下载下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呢，我们先录制好的一些 podcast 节目啦、短影音的节目啦，都会陆陆续续的放上来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要学这些新年好话的4句联呢，别忘记这个年年春、年年富，这个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仔厝。哇，以前有钱可以买轿车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再有钱呢可以买土地呢更了不起。现在呢，你有这个土地呢，可以起这个新的老仔厝新的老仔厝，就是说呢，盖一栋这个透天厝。但是呢，以前是独立一栋这个透天厝很厉害啦，现在不是，现在呢是你买得起呢这个高楼大厦的呢，其中一户其中一层就算非常的厉害了真的有卡吗？真的吗？有没有其他朋友也有卡的？如果有卡的朋友跟我讲一下因为我们准备快下播了啦再来呢，以前我们说这个一桶金叫做100万呐，现在的一桶金呢可能要1000万了因为要买得起这个房子。再来呢，这个家东西赚钱无人知，家人北赚钱稳当当。为什么赚钱要没有人知道呢？因为如果人家知道你有钱就很容易这个偷啦、拐啦、抢啦、骗啦。因为这个钱不露白，对不对？再来呢，这个家人北赚钱稳当当，代表你赚进来的钱都很稳固这样子。这个卡达是地财源满厝地，卡达落土财源天万家。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好话4句联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仔厝。家东西赚钱无人知，家人北赚钱稳当当。卡达是地财源满厝地，卡达落土财源天万家。再来呢，蜜蜂大大说老师永远是你的老师。为什么呢？再来好了，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现在没有卡了没问题欢迎大家，欢迎呢我们的卤猪欢迎你进来。我们的爱喝茶说
我趁钱吼你知啦吼。哦，那没问题。当然呢，这个赚钱给我知道了哈，我不会去偷抢拐骗了哈。我们的 IVY 大大说呢，你有获得奖吗？没有，我什么奖项都没有哈。你看到后面的这些奖状呢，是因为我们每周四呢，固定有去到呢几家的日照中心呢来做这个歌仔戏的推广活动。所以说呢，你看哦，也呢教他们会唱这个七字调以及都马调哦。你要点这个杂念调呢，先欠你。为什么会先欠你呢？因为呢，下一出这个陈世美反间呢，里面就会有这个杂念调以及江湖调，所以说呢，这两首歌曲呢，先欠着你哈，这样懂吗？因为我们这个在请这个编剧呢来帮我们编剧哦。下一出呢，这个陈世美反间当然呢，之后他交稿给我之后呢，我还要去录制音乐。这些音乐呢，都是我特别为这个专辑呢所去录制的哦，不是网络上抓的了哈。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这个文化戏曲很支持，很有这个动力去做。所以说呢，下一出这个胆色必还甘陈世美反间，请到呢我们明花园天字戏剧团呢，固定在用的这个编剧我们的洪金婷老师来帮我们编剧哦。也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那呢，鲁珠也才刚进来，然后呢，也欢迎我们的 TON 大大。那呢，我们一样来听一下我们这个七字调，但是呢，用我们这个一诺打金爵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来唱哦，感恩大家。世上何定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疏着交拜，君在亲上，你敢知？三家好庙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说明。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也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有我们的蛙贵，我们的管理员呢提醒大家哦，本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礼拜四呢是特别的台语台，那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
不论呢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我们都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今天呢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都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感恩的第一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二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了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帮我们呢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不论戏曲文化，不论呢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新闻小知识，也祝福大家呢有个美好的夜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明天再会哦！感恩大家，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来做结尾哦。明天呢，别忘记8点再会喽！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以及呢蛙柜的爸爸妈妈，感恩我们的蛙柜。再来呢，我们感恩呢我们的 AS 大大呢说晚安安，感恩我们的 AS 大大，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说谢谢你，再会，我们明天8点再会哦，感恩小秋。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诺打金针的 CD 专辑，也感恩我们的伟成，感恩你的付出哦，感恩你。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再次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明天再会。先欢迎呢我们的 FUSH 大道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快下播的时候呢，突然冒出一句呢，我来了哦。
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给大家听哦。感恩呢，我们的 FUSH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用。同舟假使啊，伊心病，待好人后心不惊。驸马孝心，无将义，敬为爹娘啊，红彩里，红岸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开。笑气，听歹爸爸紧相依，好妈妈教在情义，并教王娘听义。这首歌曲有好听吗？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一首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反抗之时，煞来无势力。并开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强事假大利。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就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慢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将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言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卡死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好下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镜，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听，命做行，怎不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蛙贵说又赚到了感恩我们的蛙贵的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也欢迎我们的新年宝贝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小周说赚到2段戏
这个 F 说呢，这个继续唱到10点啦，但是你知道呢，这个今天的网路不是特别的顺，我怕呢他也撑不住，尤其呢我自己也撑不住因为呢明天还有2场的日照中心的这个歌仔戏推广，还有呢晚上的直播节目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豪哥拍庙会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豪哥。再来呢，也来唱一下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昆阳广播70相守，心不快心无理由，归爱多子给拜寿，连连今宵老优秀。大家呢，这首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有好听吗？感恩大家上来，先欢迎呢我们的豪哥、我们的 F、我们的 SAN 大大以及 TT 大大感恩你们。F 大大说呢，老师呢，你知道我是谁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了大家的名字呢改成一下子中文名字啦，一下子英文名字我都认不出来谁是谁了感恩呢，我们的小秋说好听，老师你辛苦了感恩我们的小秋的体谅，感恩你。明天呢还有2场的日照中心的这个文化的推广，以及呢晚上呢当然也会上来跟大家做见面所以说呢大家要记得明天晚间8点钟也要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蛙贵说超好听，感恩我们的蛙贵。感恩大家，明天有台语台，没错没错，感恩大家那呢，节目的最后一样，让我们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来做结尾。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感恩大家。呀，驸马，拿去枪枪归何来？爹娘这才双寿宴失败，心不缺色，
互人害伊猜。身体欠安，这父妈你着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依我动咯，就不应该哦。明天呢，一样有我们的广播电台哦。明天是台语节目哦，当然我们会穿插呢，这个国语哈，让这个线上好朋友呢认识我们的台湾文化，以及呢聆听呢明天的新闻内容。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嘉诚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等我一下，我们再来加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大家说好吗？还是要听七字连空奏？我们听七字连空奏好了吼，七字连空奏比较特别一点点。来，我们来唱一首七字连空奏来做结尾哦，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乱。来，我回府何受亲照顾了，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了我无悔走行悲哀，一步经春山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讲真啊，当心情深渐将心地大意，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排解？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也就是呢七字调呢来从头唱到尾哦。不一样的这样的歌曲，那呢七字连空奏代表着说呢，这个男女对唱啦，男女对骂啦，各诉说心声这样子哦。感恩我们的小秋说呢，这段真的很好听，然后呢拍手感恩我们的小秋。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听一怒打金的 CD 专辑来做结尾。明天8点。再会咯，真的要下播了哦！感恩我们的蛙贵，以及呢感恩蛙贵的爸爸妈妈，感恩你们，也感恩呢线上的朋友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别忘记明天8点再会，帮我订阅起来咯！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心和我自己。
也感恩呢我们的丽华呢，真的从头听到尾哦，感恩我们的丽华。明天8点再会喽。发色，互人好意猜，身体欠安，这驸马你得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招牌滚在心上，你可不知？再讲好命啊，对你的疼惜，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用带我紧叫叫帝王里，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受礼仪，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平，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假期，无把我坐到位，将位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我单独一人上客贵，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心命毋知你甲良体。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入宫享富贵，你我毋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枝，你唱了迄树枝，毋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件检讨是一回，哎呀！相随七杂，相守中。